即种你开销，开销，你来加入饭店里去干嘛？交流多，交流多，哦，你叫，例如讲，哦，咱去干个点，有人，有人要去，有人来，你拢请是。伊也大，伊也开销啦，因讲，哦，我买10来只，拄100块币，100块币，我开销才一个，一天100块币，一天100块币吼，我一个月30天，我就3000块，对无？3000块，我请恁食的饭店，啊，搁其他伊咧去拢唔知道，拢我无想我平常打工的啊，拢迄种，迄种的互你头壳尾拢，伊咧头壳尾才有30天，伊无可能10天去，才有30天，啊30天，一天我做开销就100万，我一个月100万3天嘛，才一个月300万，迄是无可能开啊济，伊咧一个月要薪水是一个月3、4万块啊。你要看我是3000块，才头3包，伊咧拼拼。对，这样做。毋是我是伊做的啦。知影有诶。伊咧头家，伊咧头家嘛股东，伊爱股东，伊嘛讲，爱咱家己食，咱拢会直接去去靠人讲，你啊干你干，你求变。我无啊，即个生活啊，无啊，你家己食来食，无啦，是看变。迄是你谈，我老看他是讲，然后就讲另外一个迄个生活自己会变咯，靠谱，搞条件咯，是啦，真是的。我看你没看你，我票票。我哩你做，你个其他人就去。内账外账。像你们这个毋是你那个小外种，拢去酒店啊无？有味的。在台湾有其他那种，我迄个会馆迄种，你开销都不高。我讲你哎呦，我干，你看你什么？你直接看你嘛家人，那个我家己看你嘛拢知啊。我人咧接车，我30块，我买了讲应付。还要话呢，果然看谢谢吧。你看在那个你会家头啊，你不谈，不谈，你等下这个他你再去买，有一人家的去，卖红茶，啊卖红茶就是那种不是便宜种，敢若是那个人讲的这个啊，你即摆有时安尼贵，啊对个，看你做开卖红茶，你也看卖红茶迄，看你看种个春几啊钱，几啊亿，做几年啊？所以其实你知影嘿啊。啊，因遐哦有迄个资讯，嘿，咱知影有。你啊，即摆时代嘛，即摆譬如讲时代，哦，你即摆头壳要动来啊，即摆无像伊10几啊较紧来，伊20几啊这伊从啥物教？因为这个是啥来？我教人家呢，即摆教人家，哦，你厝拢，譬如讲在东面教人家，我正常教人家，你家这个牌，你叫1000块。嘛知6000块，啊，这个1000块你要钱，10000，营业财多少？咱比，哦，营业财物件，大一千，你买大一哦，互人去请迄个。交通车。啊，你看伊安尼，一
你爱一台清净的清净牌哦，三十万啊，所以啊，你看啊，三十万啊，会使死会使变到红花爱，有好看。哦，迄时阵，无迄个时阵你要看，你要看名报啊。哦，对啦，迄时阵，啊，大日你也看伊个袂晓伫个位置卡，袂晓去迄个大市，伊是遐做真久。啊，伊我资讯拢知，伊遐清净，我家开公司啊，开游览公司啊，啊，迄游览公司，你一间，譬如讲你资本是偌济，大概是几台车？少少啊，你一间我一间啊，食你千三五几啊块，人去千块，你讲还袂记，大家拢去请，啊，真请诶，这牌真请牌收啊啦，收啊啦，迄个牌，迄个啥物食诶时阵，因无咧卖啊，因感觉讲头一个什么，100、200，我200，哦，伊嘛要买，我甲800，伊嘛要买啊，伊家己车你走啊，伊家己车你走，啊，伊办游览公司，就一日走这个200、200，我迄走厉害，头脑哦，我个头脑嘛算袂歹，高速公路开通的，我就甲阮朋友讲，我讲吼，即马高速公路开通，你去看找所在，高速公路较好处，较好上下，个所在你啊做个较大较大的拍片，袂遐迄个鳄鱼啊，迄个好物仔。哦，我是食的也好啦，是耍的也好。休息站，敢若类似休息站，类似休息站哦。啊，你著问我讲完，我讲我也我咧试，惊死人。哦，迄有诶，对啊，人家，对啊，落车就去买。迄头啊，无什么劲，我惊。我遐一个开店店了，伊拢看啊，拢从水钓，伊拄仔讲这咱车的公司哦，你讲你有一台车来，我这里来，我是做主，我几个，我是做主一台车互我啦，伊讲是开玩笑，较早我开的时候，哦，较早我开的时少金嘛，少金迄是规斤迄个是偌济，我甲你做这看起啊，我甲你遐炸一个去厝，啊是，牛啊，有屁股啊，牛啊，迄个跟偌济。你阿妈伊嘛干嘛紧？哦，啊，可能愈来愈多金就，买啊一斤，就是爱搞这条。哦，啊，原来的，咱讲路上迄个高速公路顶头有休息站，另外休息站无规矩嘛。哦，嘿，对。对，这头啊，有休息站无规矩，啊，因为要补做对。哦，就休息站啊，伊休息站标啊，要标标的，话你食饭到，你先去做袂使收钱，为啥物袂使收钱？除非伊讲有台车甲你载去你顶头是上班，啊无你是爱挑底的，哦，啊无你讲有车你嘛无法度挑。哇，所以遐经济较大你敢若上下班的车爱哦，嘿，对。啊，你搁上来去高速公路，你若毋知路，无法度去。无法度讲要去上班，因为另外休息站另外，需要汽车通告，会晓甲会晓，啊，迄若是控制条，毋是恁逐个拢会使去。哦，对啦，遐伊拢有，伊咧休息站员工，上下班。哦，对啊，太贵。哦。
茶园嘿，做老养老，嘿，老本，进步，嗯，哎呀，几个管，起码都哦，对啊，现在还看到高点，你弄些干部是听了讲，大家去什么台要少啊，哦，哦，哦，迄个阿扁哦，就较多。我知影，伊家迄个利息弄来足低，我真少啊。讲你若讲来，你若讲较早医生考，即摆卖讲，较早医生考，你若问爸妈，你去做总统的是说上台，因为这个上台是高级贵寡的差距。哦，查就知影迄个你还查问，拢知。因为公司来，上任上任行情也会知。上任行情，嗯，你若讲伊讲较早，你当昨天到底应该是二2000啊，应该是2000对啦，2004，啊，甲这个2008啦，2008就换。哦，对啦，哦，2004年啦。真花掉。家己用的啊。哦，迄时阵连战甲迄个宋楚瑜啦，连战宋楚瑜，是啦，做一样。宋两政治，唯一度，用唯一度。后方这个方面，咱抓过来，会安尼做，安尼做，伊个政治是安尼抓的，然后手后边，政治刚去后边，也是，哦。还有可以，伊个大官是安尼家己安尼搞，安尼搞好了，头你要做啥，你要做长啊，安尼家己安尼搞，啊无是讲咧，啊带你去。安尼做，毋是正经正头，不能甲你做。啦，迄个。做去食的嘛。我头脑。我咧做事，我是看头脑我变。啊，就是即嘛。即摆在看钱哦，你头脑好无？即嘛就是，看英文是甲厝变做甲迄个咱的消费啥的，你食买啥拢比较足悬的啦，通膨。我讲迄毋通膨，迄是拢我钱摕着伊啊，因为旅游用遐，较早支持遐，遐是避险，我毋去。做总统，要拢开放嘛，啊开放拢上去，你个厝拢上去，上去开放。有人讲，拢知影。较早迄种，迄人拢地拢去遐看。对个，拢。对无？去遐看。啊，即马我即马我譬如讲我对民进党，即马你看迄抓民进党，迄抓高位那正干你啊！你像讲迄个，你讲因迄个什么，协议呢，本来是去换的，本来是换的，就是协议，我不要讲叫什么酒换的。
哦，一个月是理上班一个月9万9万嘿，对对，啊，即嘛变10，即摆20桶啊，哦，20块，这个就知对咯，迄个人讲大肠花啦，占你发现，啊，其实迄就拢因的人，你家己人家己起论嘛，占的嘿啊，无你敢有特别国家，互你我互你即摆较侪工，你看。你看湖南人，湖南人，领土地种了做经济啊，讲差不多1亿7千几万。看你遐你讲过场10桶干不出来，咁迄有可能啊！你若讲卖讲价钱，只要是小可赶就好啦。我是讲咱老百姓好个人嘛共。你一句落若无12以上，我是在你；一句落若无12以上，我是在你。你看迄个柯文哲，找无啊，就直接甲你关。柯文哲也是，咱讲伊就是即摆司法第一，我对司法这些现状的我别人不管，这是咱家己做代志，还是咱家己对那个东西的管。像你啊，你做有头，做了你有代志，而且政府做我卡这种交流方法，平均500万的那个比较，我做有正来，啊正来起码卖过出来外口。哦，较袂，都无代志啊，到做遐差，到做什么一神好，拢无。对咧，啊是因迄一寡伊看你做的哦，咱嘛小看，较济物件来小看，需要避险。啊，一手输过来一手输过来一手，啊，100万块100块，100块物件，我袂甲你手变500。你好，而且变500，这个10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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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应该是100块就使做较好的代志。去互遮分的，分来遐个成本还变500。对啊，500伊要做互人趁者，伊先爱开到600，伊遮逐个拢分会记。啊，遮都是迄条船啊，经济仲裁你啊换一人分，啊无分到遐钱大。对啊，88枪哦。我是讲，伊迄个88，哦，另外，敢有一个叫大钓鱼哦。伊遐就拢叫做白。你若讲，你若讲开遐就讲着啊，啊你若光电迄个光电板，啊你若爱做偌济，我是做电，我是做电。光电头2块尔，后尾才2块头破坏，会使零到5块啦。啊，你说说来，签约20年，哦，就变20年拢啊。再签约20年，所以这电哦，一刀拢人咧变，人咧大户啊人款，人几啊块，一刀6块5块。因为我讲人讲，上贵的，你若是这光电的，是这光电，上贵的这箍几尔。因我算多发起来变箍几，2箍嘛，你会使卖正你会使互人。你若卖2箍3箍，你趁的趁对啊，趁。啊，你搁说伊啊，佮签约20年。伊做遐物件，佫是家己人做。哦，里面出钱的啦。我甲你有这个钱，我有这个钱，我甲你去跑，我甲你叫跑，啊叫好我就开始做。足侪建商嘛，拢摕政府的钱来起厝，啊无像你叫哪是差较悬。你要像啊，即摆就像家己安尼一套哦，
一鋪安尼，全部下游材料进去。你感觉材料有感觉材料有介绍，做价差都惊啦。哦，有差惊啦。我讲，卖厝还佫赔钱啦。我投，比如我投资房赚200，我做买厝，我做贷款，贷款惊，我即间厝要卖掉，迄个头期款200万，有点用8去啊。所以我卖掉，我大概提外是讲拜托你拿去，对不对呢？迄真就是大个钱啦。你即摆遐互伊贷款过，你10%你嘛是算着。啊，人你看，我卖厝，我好钱啦。你来进前一寡，较大陆较熟呀。我卖厝我搁赔钱，请人去。用安尼。咱台湾是无可能，地主甲地主介绍，无车就拢环境拢控制住，啊无就是做袂住。为啥物咱即摆囡仔愈生愈少？老岁仔死的速度，老岁人死的速度，甲生出来速度，差不多都1/3。生10啊，死的20啊，即嘛是安尼啦。差不多是安尼啊，啊就是讲，咱遮老岁仔就是死，遮少年仔，遮少年仔，即摆今年你真正你就无厝啊，无财产的，你去到问，讲啊，即摆你什么新青安尼来讲无一个买。遐囡仔，我遐囡仔，我有阵我才50岁，大个拢有够钱，大个拢有钱，拢住厝。这个手法也是